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的这个不良率，银行的坏账。2025年半年报披露已经收工，这个45家上市银行都已经公布了自己的成绩单。各大财经媒体也在分析这个银行成绩单里面的隐忧。第一财经日报它有篇报道叫从银行半年报看不良信号，风险主要还在地产和个贷。同样还是第一财经前两天它还有篇报道叫14家银行信用卡余额半年缩水2000亿，有卡民7张信用卡销掉6张，信用卡正在被年轻人抛弃。这些都说明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看看这个信用卡。这报道说又是银行信用卡数据集体缩水的一年。随着2025年中报收工，第一财经统计了上市国有大行、主要股份行2025年中期业绩，与信用卡相关的多项数据呈现下滑态势。例如，信用卡贷款余额较年初进一步收缩，信用卡交易量同比普降，信用卡流通卡持续减少等。多家银行在中报中将信用卡手续费同比下滑归咎于信用卡交易量的萎缩。4家银行披露了信用卡业务收入均出现下滑，信用卡正在被年轻人抛弃。类似的话题在社交平台流转。不过，第一财经发现，在消失的信用卡背后，除了受消费者等宏观因素影响外，人们持卡理念发生巨大变化。多位持卡人表示注销信用卡是因为太多了也没用，1-2张就好。同时也有羊毛党抱怨，当前信用卡的权益大不如前，羊毛太少，信用卡交易量普降，信用卡贷款余额反映了信用卡的活跃程度。关键信用卡的余额它是国际上统计信用卡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6家国有大行、8家股份银行，就14家主要银行披露的数据，上半年14家上市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合计7.52万亿元，相比年初减少近2000亿元，下滑2.6%。其中11家信用卡贷款余额较年初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其中中国银行的收缩幅度最大。上半年中国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5225亿元，较年初减少13.9%，平安银行减少9.2%，兴业银行减少8.1%。建设银行上半年信用卡贷款余额最高，达到了1.1万亿元，比年初减少1%。14家银行中，仅工行、农业银行和浦发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有所增长。信用卡交易金额同样是信用卡活跃度的重要体现。14家银行中，12家银行公布了信用卡消费金额，上半年合计是11.5万亿，同比下降11.1%，少了1.4万亿。12家银行的同比数据均出现下滑，下滑幅度最高的如中国银行、光大银行，降幅超过18%，最少的如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同比下滑5%左右。招商银行上半年实现信用卡交易额2.02万亿，同比下降8.5%，是交易额唯一超2万亿的银行。另外，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额都在1万亿以上。资深信用卡专家董真认为，信用卡交易额的下降主要是由宏观经济环境、银行自身战略调整、激烈的市场竞争、严格监管政策以及客户权益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信用卡数量方面，14家银行中10家银行公布了相关数据，这10家银行信用卡流通卡合计8.9亿张，与去年同期相比少了391万张，信用卡流通卡量依旧呈现下降趋势。平安银行一年时间净减少626万张银行卡信用卡降幅12%，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均减少400万张左右，而中信银行则飙增637万张，光大银行也增加了330多万张。董真分析银行业削减睡眠卡比例惯性依然存在，在信用卡整体遭遇行业寒冬当下，卡量规模不再成为体现信用卡业务
状况的数据指标，特别是对睡眠卡的清理，从客观上刺破规模幻觉，成为对行业泡沫的重要举措。实际上啊，你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信用卡的交易规模，就是那个金额啊，还有一个信用卡的这个余额，就贷款余额，到了每个月底，对吧？有多少卡民要还款呢？这个贷款余额，这两个指标啊，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消费。信用卡一般在什么场景才用呢？都是消费。因为现在你套现是非法的，咱们忽略啊，这信用卡套现这个咱忽略，主要是消费，对吧？就是你在京东、你在电商上买东西，对吧？你这个支付宝支付啊，有的时候关联你的信用卡，对吧？有的时候你线下买东西，也有可能刷信用卡，但这都少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微信、支付宝支付，都是线上支付，但是你线上支付一般的都是关联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关联信用卡。也就是说啊，那信用卡的余额越多，信用卡交易越活跃，那至少说明你的这个消费越活跃，这个是能说明的啊。反过来，如果信用卡的余额交易不活跃，这个也不能说明就是说消费就不行了。为什么呢？这恐怕跟很多人的消费习惯有关系，他就不用信用卡，对吧？我就直接刷我的储蓄卡，就是消费啊，量力而行。信用卡不就是先花后还吗？所以你看啊，他这个专家都说了，跟经济形势有关系。当然，大家勒紧裤腰带，不再消费的时候，对吧？你对信用卡的需求、使用都会下降。那么信用卡还有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有人刷了信用卡，他不还钱，信用卡不良率这个指标也很重要。2025年上半年，信用卡业务收入同样处于下降通道啊，仅有4家银行披露了该数据，其中招商银行上半年实现信用卡利息收入306亿元，同比下降5%，实现信用卡非利息收入104亿元，同比下降16%。这个非利息收入是什么东西啊？恐怕就是手续费吧，卡费、年费。而另外3家均是双位数下降，其中中信银行实现信用卡业务收入245亿元，同比下降15%；广大银行实现信用卡业务收入137亿元，同比下降21%；华夏银行实现信用卡业务收入75亿元，同比下降13%。信用卡业务收入的收缩也影响到整个银行卡的业务收入表现。比如交通银行称，上半年银行卡业务收入同比减少1.39亿元，降幅1.73%，主要是受消费额下降影响。信用卡回佣收入同比减少。中信银行称啊，上半年银行卡手续费70亿元，同比下降12.3%，主要受市场信用卡交易量萎缩影响。而招商银行也表示，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同比下降16.4%，结算与清算手续费收入76亿元，同比下降3.3%。均主要是受信用卡交易量下降影响。原因是什么呢？招商银行说了啊，当前经济结构正在调整转型，居民消费意愿仍待进一步复苏，信用卡及消费贷款增长承压啊。招商银行说了啊，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导致的啊。在不良率方面，大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仍在上升。交通银行较年初上升0.63个百分点，兴业银行较年初下降0.36个百分点。上半年末，招商银行1.75%的信用卡不良率这个没有变化，邮储银行、农业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最低为1.5%左右。卡民进入断舍离时代。根据央行公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情况，2024年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合计减少4000万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从2023年的0.54张降至0.52张。今年上半年，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又减少1200万张。第一财经发现，除了受消费等宏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持卡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多位持卡人表示，注销信用卡是因为太多了也没用，1、2张就好。原来有7张信用卡，今年上半年把多余的信用卡都注销了，只留下1张招行的。一位用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断舍离，另一位用户则表示自己有11张信用卡，今年销了4张，年底前还要再销2张，真正需要的离不开，不需要的逐渐退场。他说，还有用户抱怨，如今信用卡权益相较以前减少，当初薅羊毛办了8、9张信用卡，现在哪个权益多就留哪张，其他的都销户了。该用户说，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我在应该是3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了，对吧？恐怕有很多老粉丝有印象啊。
我把我10几张信用卡全部注销，就留了一张工行的，而工行的也没用。我为什么要把它注销呢？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啊，因为我那个卡都是什么白金卡，乱七八糟的，反正这个那级别都挺高的。实际上里面它都有年费，有1年360的，有1年啊7、800的，反正我自己都不清楚啊。完了，但是呢，它需要，如果你每年啊你刷5次，或者刷12次，或者是刷了多少钱，哎，年费就免了，好像是这么一个搞法。但是呢，那些信用卡啊，什么白金卡，那些权益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也就是你要享受它那个权益啊，你得天天研究。比如你喜欢打高尔夫，你就得天天研究呢。它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高尔夫的那种，好像很便宜吧。或者看电影，你喜欢看电影，它有的时候不定期的推出一些电影票，你得天天去看那玩意儿。你说谁有空天天扒这个信用卡去研究，对吧？你稍不小心还稍纵即逝。本来对我最有用的啊，就是那个坐高铁和那个坐飞机啊，那个可以进那个贵宾厅，哎，有的信用卡是可以的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坐高铁根本用不上什么贵宾厅啊，因为高铁时间是固定的，你没必要提前好长时间去，你提前半小时就行了。那飞机因为它时间不固定，有的时候你是按点去的，但人家延误，对吧？它迟迟不登机，有那么一点用，但是啊，也派不上用场。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我有国航的白金卡，就我去哪儿都坐国航飞机，国航一个专门的白金卡，什么贵宾厅啊，所以那个信用卡那个这什么所谓的权益啊，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完了，我还得天天琢磨着我现在是不是该刷这张卡了，要不然他要收我的这个手续费。所以我啊就给挨家那个信用卡打电话去，就要给他注销。那客服就说了，哎，你为什么要注销？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卡收年费，防不胜防啊。然后那客服就说了，我们这可以免年费。那我就说你这个要刷多少次才免年费？我没空记这些。那客服就说了，我们可以申请啊，你这个就不刷也免年费。我就告诉他晚了，你为什么不早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都已经拨通了，我就决定要把这卡注销掉。你告诉我现在免费，晚了。如果是你给我打电话通知说这个卡免费，那我说不定我就没有这个把这卡注销的这个念头，起心动念嘛。我已经起了这个念头了，你说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我把所有的信用卡全注销，就留了一个工行的。我看啊，我为什么留个工行的呢？是万一啊出国啊，对吧？这个工行的这个信用卡保不齐还能管，就是派上用场。国内我都不用。我想啊，恐怕有很多人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那现在啊，这14家银行信用卡规模、贷款余额、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发卡量都在收缩，唯一增长的就是坏账、信用卡的不良率。这说明什么呢？对吧？肯定有很多其他原因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就不喜欢用信用卡，不像欧美，对吧？他们习惯用信用卡。习惯刷，对吧？我们是手机支付，哎，对信用卡的依赖就少了，低得多啊。这只是一方面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经济下行，大家不由自主的开始收缩，不仅不想花钱节约，而且对这些想收这个年费的，对吧？想收咱们利息的，统统的给它叫停。从信用卡可以看出消费现在什么个情况。那从这个银行半年报还能看出，除了信用卡这个不良率上升，信用卡这个贷款余额、交易规模在萎缩之外，还能看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备受关注，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不怕你银行不赚钱，就怕你银行的资产质量差。那实际上你是包着纸包着火的，总有一天会爆炸。这个第一财经日报说啊，根据这个2025年银行业这个半年报啊披露的数字，说整体上看，上半年多数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整体进一步改善，但个贷和地产等个别对公领域不良率仍有上升趋势，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以及个别股份行相关指标有明显攀升趋势，比如贵阳银行上半年不良率大幅上行 0.12个百分点，其中地产业不良率上行 0.7个百分点。轻农商行虽整体不良率下行，但地产不良率大幅攀升至 20% 以上。国有大行财报也体现出类似趋势。整体来看，个贷、地产等重点领域资产质量仍是行业共同压力。第一财经说啊，综合来看，对公不良贷款整体继续呈下降趋势。对公啊，就是对那些房企啊，对吧？对那些企业，这叫对公。但部分银行在房地产等领域的结构性风险还在释放。个人贷款，就刚才说的信用卡呀、按揭贷款呢，这些都叫个人贷款、消费贷啊。不良率延续抬升趋势，就是个人的贷款不良率在增长，房贷、消费贷、信用卡、经营贷不良率都在上行中。什么意思呢？老赖失信的人越来越多啊，
断供的人也越来越多，只能说明这个。对于不良率明显上升，贵阳银行在年报中称这主要是因为部分企业风险暴露，指的是房地产企业该行按照风险分类审慎原则将其纳入不良。财报显示，该行对公不良率攀升，主要发生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期末不良率为 1.75%， 较去年末提升70个基点。同期个人贷款整体不良率也从 2.86% 提升至 3.19%， 增长了33个点。这个贵阳银行，我推测它对公的不良率为什么增长这么多？好像跟那个世界铜王有关系吧？世界铜王把贵阳好几个房地产那个房子整体质押给这个贵阳银行贷款。结果那个房子我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那房子当时押给银行贷款是8个亿，实际上那房子根本就不值8个亿。现在在打官司吗？大家查一查新闻，好像有这事。那这就是风险暴露，这个就是坏账。2025年已经行至超2/3，市场对银行不良率波动的原因、未来走势和应对策略关注度依然较高。在中期业绩会上，多家银行的高管对此给出回应，也就是大家都担心那个楼市低迷，房地产暴雷到现在，你银行到底有多少坏账？大家都认为银行肯定有好多坏账，但是银行总是说没事，扛得住。你说恒大2万亿，恒大已经破产清算了，对吧？碧桂园、融创这些，那跟银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就银行一点坏账一点都不受影响吗？毕竟对吧？银行它的贷款的40%跟房地产也有关系这是公开数据如果还有一些钱呢，通过其他渠道七绕八绕的，最后也是流向房地产，那这个40%这个数字还要高。你比如说不是好多金银贷吗？那金银贷是什么东西金银贷最终不就是流到房地产去了吗？对吧？我这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公开的是40%跟房地产跟按揭贷款有关系，银行的贷款那实际上40%肯定不止那房地产这么低迷，暴雷的这么多，银行居然说一点事没有，谁信呢？所以你看这个以国有大行为例，中国银行副行长伍健提到，目前风险管控压力仍然主要来自3个重点领域。首先，境内对公方面，主要是地产风险仍在持续出清。什么叫持续出清也就是那房企还在暴雷。从新发生不良情况来看，房地产业仍是境内新发生不良第1大行业，但实质新增同比已呈现下降趋势。其次，个人业务方面，上半年个人经营贷和个人消费贷新发生不良同比有所增加，预计资产质量管控将持续承压，中行将加强风险前瞻性管控和贷后管理。这里面个人经营贷是干啥的？刚才说了个人经营贷有多少是流到房地产里面去了？个人消费贷是什么东西又有多少流到房地产里面去了？农业银行副行长林立说该行期末个人贷款和普惠贷款不良率较年初有所上升，变化趋势与全行业基本一致，走势符合预期，整体风险可控。接下来将通过加强产品创新和客户准入管理，建立数字化风险管控体系，加大逾期管控和不良清收处置力度等，完善普惠零售风险防控体系。这个林立还说在房地产方面，通过这个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领域风险，通过一户一策、一项目一方案，加强大额客户风险管控，什么落实资金管理责任制，做好资金封闭运行。这银行不光还有这个房地产，还有地方债我觉得地方债比那房地产更严重通过第一财经这个报道这个各大银行不良信号，房地产这个咱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最主要的是个人贷款不良率在上升，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对吧？他已经还不起按揭贷款，他也还不起他以前的那个信用卡，或者他还不起他的什么消费贷，不良吗？实际上这个他就已经是个不好的信号。如果这是跟银行直接发生关系的，如果再考虑到咱们以前节目说的对吧？这个很多人还通过这个，他跟银行没法借或者借的额度不够，他通过这个各种小贷平台、各种贷款平台、助贷平台，那造成的坏账就更多了，对吧？那失信的人也更多。所以说现在个人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恶化，这也说明这个房地产不行了，经济越下行，实际上这个底层的人穷人受影响更大，个人贷款不良率上升，信用卡不良率上升，这就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中产返贫，那底层的牛马韭菜呢，那就是草都没得吃。
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